高雄有一个展现士甲华视新闻投诉，讲伊阿姑因为失智，带入去中家病院的照护中心，病院一个副护理长推荐一个看护，但是对方竟然是非法的移工，害因罚款15万。原来是有一个70多岁吴太太，透过奶来联络到非法的中介，成立看护工的集团，专门来招募到失联的移工。因到高雄各大病院去发名片，只要牵线成功，都甲看护工来抽成收费，不知情的家属因此来受骗。移民署甲这个主嫌吴太太、3个中人甲7个失联的移工总抓起来。劳工局嘛来提醒，民众要请看护进前，一定要看对方的身份证甲居留证，安尼才有保障。头目 QQ 派一个皮包仔伫病院问这病患的家属，敢有需要看护，一直发名片。一个阿桑被人查到讲，透过奶联络非法的中人，招失联移工成立外籍看护集团，到高雄各大病院去做非法的看护工作。吴贤平日游走于医院急诊室，广发名片，媒介非法工作成功后，再向旗下非法看护工收取每人每日新台币200到300元不等的抽成费用。利用病患的家属着急要找看护，无去查证被骗去，用这个方式去趁钱。移民署抓到姓吴的主嫌3个中人加7名失联的移工，没有经过申请，好就自动上门来的这样子的看护工，其实都要提高警觉。他是不是有本国的身份证？然后去查验他的那个居留证，然后了解说他的背景是什么，然后必要的时候还要记得说把他的证件要拍照，好拍照存证。劳工局嘛提醒讲，乡亲若要请看护进前，一定要详细查证对方的身份，避免误用到非法的移工，增加照护风险，还有可能因为安尼被罚钱。